过来你们家，要么家现在比较学耶。你来我这给他我，这个你就。啊，我那个毛这龙我呢？不得中呗。毛不毛我标。那个那个六万两毛来。三个单。人家说为什么呢？咱三个能6万币那个骗你看。啊？以前那个是不。你转头我这个。那这不给了。好俩在我嘴嘛，为了我了。6万币那6万币。那个烟在外面的吗？没别不贵了不？我买2毛不？哎妈嘛了。好了，哎妈，别贵了。没了，我别贵了。你个公啊？